去。拜拜了，小米，拜拜拜他是叫我那边，可以。谢谢 C 哥送来的灯牌，谢谢各位。这个看。走到哪里打到哪里。现在是生产这边是越来越好。他们那个效率每天就大的熬夜，这一个鸡蛋要去讲的，但是我是去后冰箱。说什么人数肯定不正常啊！今天我是直播了将近10多个小时在家里面，从早上几点钟，然后直播了，然后关了之后再直播，关了，回放嘛，关了，应该有。拉布娃等会儿叫他。这个是很老的。左边那个是什么蛋臭？不是亲戚，红油对红油，是那个左边是什么蛋臭？扎西的徒弟。保安来了。
重跳，重跳。重新放一次。抱一下。这边还有上单什么多少还有雍熙天雍二，还有小西西，还有2.5的2姐妹，好像就这些。还有拉姆，报完了。到南部湾还要跳一个，你们他2个跳嘛？南部湾在后面，他前面呢，没在那个场地上跳，没在球海里面跳。应该在2、3。哦，有双，你这个没有，你这上面。我也好久没跳了，吉祥神塔，很久没跳了，这个忘了都不行，看嘛，那里没有，这个不正常，管他的不管他。这边。
笑，哎，憋住，憋住，不要笑。对，哎，特别好。是气氛组。休息了是吧你？好，可以。我们这边就好一些。你会跳那个世界国际吧？世界国际。对啊，那个2分钟不到的，他们都会跳，他们没会真的练吗？应该会跳吧？这边今天也跳了的吧？今天最后第2首歌，就是你都跳了，都会跳，只有2分153秒。基本上全部基本上团队都会跳的很在。这扎西跳的最多嘛，扎西和他的一个朋友跳的嘛，是吧？扎西面的那个。对啊，就是世界各地，对。不要笑，千万不要笑，哎，对，哎。咋我不笑了？你要干什么？真的是这样。Thank you.